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今日《村民太妃》来到花莲县的欣赏乡哦。那面头前呢是俩茶龙龙棍的台球线，背后呢是花莲县193号烟土哦。你看到其迄同世界同合的你上仙土天天哦。了193号烟土呢，一出跳到欣赏乡有名的风景景点七星塔哦。佮我下去呢是到花莲南部的风景区去啦哈。不过呢，为了营运108年。苏花公路神奇路段改善工厂所谓嘅苏花改嘅全线统查呢，嗰時花蓮縣政府打算攞啦193號煙土拓寬變做16到20米安發嘅大馬路嗬，嚟方便那個遊覽車呢，從嗰種嘅蘇花改嘅公路下來以後呢，所以唔是經過花蓮市區出閘。從咧193號煙土拓開以後嚟到呢個七星潭風景區，嗰南邊又去到行下。南邊實嘅做花蓮嘅風景景區去嗬，不過咧就我哋呢仲要用嘅7億嗬，拓寬了讓到8公里嘅地方，8公里嘅路段啦嗬。不過民眾因為講，其實我哋暑假用嘅觀光嘅茶寮呢，要行較開放式，一下民謠街呢已經係20米嘅大路嘅，所以無見得我哋開放咧，就係193號煙土，尤其咧193號煙土哦，係非常非常適合咧大灘嘅嗬，所以講四行茶啦、天通茶呀，一個親子嘅種嘅路行嘅路線嗬。我講嘅因為講，那花蓮縣政府呢，一方面讓內政府嚟申請過嚟做咧就193號煙土嚟漫遊啦嗬，一方面就嚟拓寬變。茶對夾嘅通過，因為兩個目的係互相衝突嘅嚇。故所今日嚟到呢個欣賞鄉嘅康樂村嘅公園中，向地方上鄉親、公民團體，還有演藝員、民意代表共同嚟討論一場嘅關係。開會了！好，歡迎一下節目鏡頭來到呢欣賞鄉嘅康樂村嘅公園中和旁順哈，今日有樣現場哦，風景非常非常的正哈，唔覺得冇漂到入雜地嘅地方哈，所以唔會曬到呢條非常非常的好哦。看到呢現場來到青島花蓮客家鄉親先啦，大家問候，大家安坐，大家好，好。今日嚟討論係講咧193號煙土嚟拓寬嘅問題啦嚇。咧當年青島嘅鄉親講，從年呢帶到咧193號煙土順頭嚇，下8年叫做一陣路電都冇，生活品質當中唔係提唔到市府嘅水準樣嘅嚇，所以因為講我哋拓寬嘅話，做得改善嘅提升嘅生活品質嘅非常贊成嘅嚇。但是咧193號煙土順頭檢定係太平洋嚇，其實咧防風林啦嚇，你係講咧仲係海水嚇。北風曬時間會接上來嗬，那情況也非常嚴重嘅哦。假使呢條路開到呢個海船嘅話，係咪增見到環境同個自然嘅生態部分呢，會造成到冇辦法嚟恢復嘅影響呢？想今日一邊嚟討論。馬上為您介紹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呢花蓮縣嘅演藝員何立台何議員你好。大家好。好，徐夢議員，徐夢議。沙地面收嘅係東華大學自然資源及環境學呢嘅副教授戴先生，戴先生唔好。大家好。沙地面收嘅係公民團體地球公民基金會嘅華東辦公室主任蔡中岳蔡主任，你好。大家好。好，頭我講到咧193號煙土嗬，其實係到花蓮嘅台球線順頭哦，欣賞鄉了開始嗬，康樂村了開始哦，一出跳到千有名七星潭去哦，嗱條路其實係非常非常正嘅嗬。到底咧193號煙土嘅景觀咧，公共駕駛到哪邊呢？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花蓮縣欣賞鄉嘅七星潭係咧有20公里安長嘅半夜型嘅海灣，後背有高高嘅中央山脈，面對嘅係發達嘅太平洋，風景一定正，還當有發展觀光嘅可能。外鄉鎮人或是大陸客來到我們新城鄉的時候，必定會到我們的七星潭來參觀，因為有非常漂亮的海上的景色。看到以後會讓我們心靈上非常的快樂。在花蓮縣政府公共人數嘅統計，192年去到七星潭風景區留了嘅有157萬人，但將書本態度個國家公園，唔但將國內人好去遊覽，還那係中國人客一定要去搞嘅景點。我是從北京來的，然後就是因為時間比較短，然後
大概只有3、4天，所以就想在花莲这个地方度假。然后今天是一日游的行程之一嘛，之前也没有到来过这里，然后看到好多人推荐说风景很美，所以就过来看看。七星潭唔但將有清江嘅海灣向北行，夾喺太平洋韓國海岸保護林之間，變成一條細路嘅193線圖。而喺青島後去到花蓮市，唔好行台九線，需要就過去嘅人客，先後去老寮嘅路線。因為193線它本身就是一條尤其是0K 到4K 的這一段路，它其實是非常的清幽。那它其實真的是適合人用，不管是用步行的，甚至用腳踏車的方式來到這個地方。那它隨時隨地都可以穿越保安林，進入到海邊去。那所以它可以享受的其實就是觀光所帶來的所謂的安寧慢的這個部分。美羅國泰七星潭嘅觀光效益，同時參前應付出發過嘅通查以後，可能有青島嘅茶會入到花蓮來。縣政府將會批發193驗套，對也有民眾知道以後，嘛有公民團體質疑咁有必要，嘛引起嘅大家議論，如何批發麼？台灣新聞樣片裡邊會看到吼，有一隻青銀神奇嘅交通號誌吼，講有咩位吼，會到附近出音樂，所以視察人來講航路人注意咩位哦哈。那其實我們去日本旅行都有那種有熊出沒哈，那個旅遊經驗大家都有嘛哈，也很喜歡很多人喜歡買那個黃底黑字有熊出沒這樣一個貼紙回來貼在車上，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光旅遊經驗。那同樣的就是說，今天這個193號縣道有貓出沒，大家要小心。這是不是也會是一個觀光的亮點，小小的一個創意點所在呢？我們不知道。但是呢，我想先強調一下，你認識講，兩條193號人頭的拓寬哈，你認為係你最沙皮最風險的嗰種真強吼，一擺做咧有可能啦吼，係講有順時來做法。今年現代完成啦土鐵技術哈，明年開始來通工，到106年還是做來通查哈。然後再講一下，你做咩認為講了193號人頭，佢來拓寬係較好嘅喏？在民國85年的時候，當時呢港務局要來擴寬，因為其他的因素延宕至今。也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個消息過，所以我在102年在花蓮縣議會我就提了這個案，就是193號道路擴寬案，要來圓我們新城鄉人的夢。就在104年的時候正式來成案啊。我想這條道路是新城鄉的一個願望，尤其這條路在新城鄉的部分有經過大漢村跟我們康樂村2村。尤其剛剛主持人特別提到，這條道路到夜晚的時候幾乎是花容問津的走。為什麼？因為它靠近一個叫做北埔公墓，雖然它的臨近太平洋這個區塊但是北埔公墓大概一般人的觀光客也好，包括我們在地的鄉親也好，晚上要經過那個地方，可以說心裡都會毛毛的會毛毛的啊。所以經過花蓮縣政府這樣子跟公路總局這樣來爭取哦，所以預計在106年的時候就要來通車，106年就來通車。我想這條道路擴寬之後，不只能夠帶來我們地方上交通一個便利以及觀光的一個再次的一個展現哦，因為所以議員，那這條路如果真的拓寬通車，它就是一條觀光功能定位的一條路線。當然，這條道路因為它是整個太平洋濱，我們七星潭是可以說是台灣最大的一個潭哈，在外國人眼光是不是叫潭哦？陸客來這個地方，怎麼有一個潭這麼大？實際上它是一個地名叫七星潭，七星潭上面有一個現起的一個公園，所以我們把它的定位就是以觀光道路作為前提下來作為這條的道路。好，謝謝。好，台灣唐議員講到了係一條觀光天 V 一觀光功能一條路線啦，但是那條路線佢台灣講到，其實行較早以前哈，那花蓮縣公務就是講來拓寬，但是一直冇來進行哦。做嘛該了下會來又提出來樣嘢叫做需求，因為講確實來做，縣政府也要拿出錢來做，人人都那邊人可以那種圖哈。對，看到係兩幾年嘅花蓮縣觀光旅遊佢遊客人數啊。你看到年4年的增加哈，最多的時間係讓佢放喺個泰國觀光客哈，中國觀光客來到台灣的時間，嗰陣時民國98年的時間有超過1000萬人多啦哈。但是呢，101年到101年哈，呢2年期間呢，大體是人口較平穩的哈，觀光人次差唔多890萬人左右哈。去年呢差唔多也係舒適啊，這個你睇係一個比較持平的一個狀態啊，所以講。按到觀光人客來到嘅花蓮，
经过台九线吼，了经于花莲市区吼，从迄种游览车吼，要彻查吼，要因为讲其实迄讲有可能到花莲较北片的然后欣赏了地方。嗰種公共嘅遊覽車呢，是對分流吼，行了海巡呢193號煙土，可以打變到較發達嘅行193號煙土，坐車來看風景吼，阿媽會做得嘅吼。請教下您嘅戴老師，咁真見這個193號拓寬以後，對花蓮來講，是壓力更增加呢，也講分擔那種車潮人潮。我們花蓮鄉親都很清楚知道花蓮市北濱街啊，在以前那邊是一個給砂石車還有給大型車通行的道路，每一天有數百輛的車輛、大型車輛經過，居民苦不堪言，生活品質非常低劣。那後來大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建了那個專用道，把大型車引導到別的地方去，然後北濱街它的車速限制在時速40公里之後，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整個生活品質大幅度的改善，而且民宿增加了很多，觀光客也願意到那邊去遊覽住宿，那邊現在已經變成花蓮很有名的民宿街了。那麼我想用這個例子來跟大家說明，今天觀光客他來花蓮所要看的不是快速的充滿車輛的大馬路，他們今天來花蓮希望追求的是很好的觀光的環境的，還有生活的品質，這個對花蓮在地鄉親也同樣的重要。請各位看看我們隔壁的台九線啊，台九線它有很多車輛，還有大型的遊覽車、砂石車經過，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沒有觀光客願意在那一邊散步，或者是停下來看風景。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把193拓寬成一個20公尺的馬路之後，它的下場就是這個樣子，這是我們特別擔心的地方。對，大家秀一下就過去了。好，那我想問一下村長。剛剛教授說，就如果193號線道拓寬的話，大家咻就溜過去了。其實對康樂村來講，好像感覺也沒有加分很多。你覺得呢？你贊成這個樣的意見嗎？這個問題哦，這是安尼啦，因為這條路開起來，要講的是應該是加分啦。加分哦。應該是加分啦。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裡只有一條台九線。然後什麼節日什麼都大塞車，是就是說193現在給他，我們也是很希望說這個很贊同這個193哈，給它擴寬了。所以你覺得說，那拓寬之後，剛剛我們議員講，這個本來有很多路段是沒有裝路燈，現在可能會裝路燈，你覺得對你們的這個出入的安全會增加嗎？當然有增加，當然有增加哦。對。可是你們家門口就是20米大馬路，每天車子來來去去，1年365天，會害怕嗎？這個要怎麼講呢？這塊呢？有一好沒兩好。對啊。哦，好。我們剛剛講到呢，其實從台九線哦，那你從這個西部從北部來的話呢，新城鄉呢是我們所謂的花蓮很北邊的一個地方，旁邊就是很大很大的秀林鄉，所以如果你經過台九線的話，所以說人家說新城鄉是我們花蓮的北大門，北邊的一個大門的門戶。好，193號線道呢就是從這裡呢一路到這邊來。好，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蔡中岳主任，就是說你們覺得說這樣的一條馬路其實有它的不同的路段好像有不同的任務啦，因為0到4K 是比較屬於慢活的部分啊，這個4K 之後到8K 這部分是在七星潭，這就是觀光的重鎮。這條路怎麼樣來看，怎麼樣來發展，你覺得會是比較合適的？譬如說，剛剛其實村長有提到說，台九線大塞車，希望有新的路線可以讓這個塞車的車流可以分流哦。可是我們從一些經驗來看啊，譬如說，那個北宜高速公路就是要分流台北到宜蘭的一個交通的路線嘛，結果那個雪隧是不是新開的路每天塞，雪隧塞車很嚴重，所以新開的道路會不會使得塞車更嚴重呢？現況下看起來是會的。再來，馬路拓寬之後，會不會使得村子裡面移動的不方便呢？水連，我們大家都知道那個台11線水連嘛，水連的村子本來是一個完整的村子，後來台11線很直啊，對不對？水連那個斜坡下去就一條很直的大馬路。他就把村子切成2半，兩邊的人要移動反而不方便，因為車都開很快嘛。啊，你阿公阿嬤要過馬路，是不是本來沒有什麼車子要繞到裡面去，大家慢慢開。
结果反而更加不方便了。所以村子反而因为这样子分成了水田上部落跟水田下部落。所以刚刚在提到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品质？我们先不谈观光，当地人要什么样的生活品质比较好？通常变成大马路，可能你出入比较方便，可是你在这个区域内移动更困难。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193前面0K 到4K， 本来那个防风林的那个地方，大家都可以走到海边去嘛，很方便，对不对？可是防风林就是2618号的防风那边没有住人，都是住在马路的靠山边这边，对不对？所以这边山边的人反而要经过一条大马路，才有办法到海边去，是更方便吗？交通的管理的措施而言，而且我们希望车流快速的移动，多半都会是使越大的马路，然后越直的路线，越少的红绿灯，越少的测速照相，机车可以开更快。可开更快，通常就越危险。我们人要移动就更危险，当地的居民要出入就更危险。所以回过头来，那车越快，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看到那个新城的以前台九线没有拓宽，车子都会绕到那个卖那个柠檬汁那个地方去，对不对？可是路拓宽之后，基本上大家都走外面了，没有人要进去里面嘛。太鲁阁的门口以前没有太鲁阁大桥的时候，不是都会经过太鲁阁那个中横碑，然后旁边那些摊贩都有人去吗？就后来太鲁阁大桥通了之后，所有人都走大桥，那些摊贩反而现在是因为有陆客进来了。好，所以到底怎么样的观光可以使得人留在我们，想要让他到我们家这边来消费嘛，使得大家可以在这地方好好生活下去。通常越大的马路都把人越快的送走。好，所以蔡主任的意思是说，其实呢，新开一条可以疏解交通的马路呢，就像雪隧好了，大家反而会更去走那条新的马路。好，那更快速通过这个地方，然后到下一个景点去，可能对当地来讲，他就不见得要停留下来了。就是说，也许对花莲县整体的观光产值也许会提升，但是受益的可能不见得是我们当地的居民啊，或者说希望说可以带动地方生活品质这个部分呢，好像这个目标跟这个实物面上面好像有些落差哦。那我不知道说我们现场的乡亲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还是说你觉得我住在大汉康乐这边就真的很不方便啊？如果拓宽的话，我可以享受一点这个生活便利性啊，起码我的土地会增值啊，对不对？好，有没有？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请举手告诉我们好吗？有没有我们这边乡亲？好，那位大哥。即摆做了30米啊啦，我行袂过就红绿灯啊，遮危险。哦，30米。我做迄路吼，做好也该欢喜啦。啊，即摆老尾要行，行啊无过红绿灯就到啊。哦。我想学生囡仔读册吼，都学这为斑马线。地方拢无建设，拢无进步，你嘛感觉压榨。啊，真正路起好了后。无做了那危险嘛。有危险。啊，无做是危险，要做嘛危险。哦，心情很复杂就对了。学生啊，来这学啊，出入，卖危险嘛。我们刚刚听到这位大哥讲的，就是说呢，其实哦，这个他们在花莲地区生活啊，很多人西部人说，哎，花东是我们这个西部人的这个后花园、心灵的故乡，因为大山大水，风景非常的漂亮。但是如果说长期把这个东部当然是西部人心灵的后花园的话，是不是对我们这个东部居民来讲也是这个欠公道的哈？因为他们的确享受了比较差一点的生活品质，那这样的隐忍呢，其实在他们心目中是存放了很多年。但是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是说这样的生活呢，也让他们可以很舒适自在、缓慢的这边生活。但是建设交通的开发，又让他们觉得说，好像危险性又增加。刚刚这位大哥讲就是这样复杂的心情。究竟观光的这种快速通过这样一个交通建设，跟这个观光的价值的提升，这两者感觉目前听起来好像是有点两难。但是在193号这边的困境和难题是什么呢？先跟着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出发到安山一提108年通查，花莲县政府计划批发193年度3站到7线潭，它有8公里的路段，对年来8米批发到20米，来天数生发很多的菜，还能做的是在地的经济做的各发展，绝对有加分的作用，因为会让交通打通了以后，那么很多的其他的人员会络绎不绝的进来，而不会说因为交通不好不到花莲来，因为有交通才有经济。有了经济带来人潮，才会让很多人进入花莲县，这是好的。你像那个如果拓宽的话，防风林如果被破坏掉，那就变成说沙子那些什么东北季风一来，我们这边风大，然后东北季风一来就会往那个内地里面带，那到时候造成里面的人的居住上品质就会变差，就是防风林这一段要做好。
1931烟土批发的下面就做得改善交通，有人等待，嘛有人行啊环境受到破坏。我们相信呐，就是伴随着人潮，那观光的产值当然会更高，但是只是说我们到时候相对应所支付的成本，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负荷？同时，路批发的是在查做得汉那方面的出入，下面真基本上汉那多的人行入来，做得为在地经济产生加分的作用。就是台湾的特色在于它原始的那种风貌还保留着。如果说太多的大巴车过来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好，而且人挤人也不太好。如果说再把路稍微拓宽一点点，但是在保留现有的风景的情况下是 OK 的。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人多的话，我是觉得我完全没有心情了就，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到处都是看人，就没有意思了。拓宽的过程当中，在沿途的居民，他们其实是不会有任何观光的收益。所有的人进到193来，他还是去找七星潭产值。那我们也可以相信，它还是集中在少数某一些特定的人的手中。开路外面各重地话，需要各手级的投入规划，将做的确实带动在地的经济繁荣，希望可能会本案的人的经济差数的环境。好，1935号烟土的开通，咁真件係人嘅經濟數嘅環境啦，哈。頭下嘅有兩個大陸嘅遊客講到，如果到處都是人，我都去看人，而且看的都是從中國來，跟我一樣從中國來的遊客的時候，就沒有什麼好看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其實剛剛這個影片當中講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就是說，這個部分呢有一段部分是防風林帶，這個防風林帶呢是我們屬於農委會林務局的這個編定的2618號的防風定沙保安林，它就是防風，還有把這些海邊的沙呢可以安定下來哦。那它的這個部分呢，是它的目的是要阻治太平洋季節的強風，還有風沙沿害、潮水的這些危害等等，還有保護我們新城鄉北埔、大漢內陸一帶村莊居民還有農耕地的安全哦，還有保護193號縣道的這個行車的安全，還要增進七星潭風景區的這個觀光的這個價值哦。所以我們就看到說，這個路段呢，從我們3站這邊一直到大概5K 左右，這邊有一段2618號防風林呢，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如果說我們這個馬路的拓寬影響到了這個防風林的話，是不是那些這個保安的目的就會這個功能就不好呢？還有重點是林務局他答應要解編這個防風林嗎？如果林務局不答應解編的話，不是花蓮縣政府說我要開就一定要開的，因為上位的管理單位是農委會的林務局。那關於這個保安林的部分，我知道現場好像有鄉親關心這部分，是不是？因為有這些森林的保護，當東北季風吹過來的時候會減速，當這些植物被移除的話，或者是它防風林帶的寬度不夠的話，那麼這些防風林本身就會陸陸續續的死亡。也就是說，森林的存活不是單一棵樹木獨立加起來就可以達成效果的，它必須有足夠的寬度，那這些減速讓鹽霧下降的這個效應才能夠總體發揮。所以呢，我們如果把防風林變得很窄的話，那麼殘留下來的樹木其實很難發揮它們保護的效果。事實上，林務局在過去有關山上有關檜木的伐除跟保護的過程中，就曾經發生過類似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審慎的評估防風林的寬度要多少，它才能夠達成效果。這個不是人說了算，要看植物到底能不能承擔這樣子強風鹽霧的生理傷害。哦，好，所以等於說這個部分其實生物有它一定的能量可以保護人類，但是人類也要給它相對應的這個呵護，它才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好，謝謝這位老師的意見。那我想問一下戴老師，哦，好，那蔡主任你要補充。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七星潭比較熱鬧那一段，就是民友街到這個財藝博物館那邊這段路很長，有發生那個沙石打到馬路上面來，打壞那個單車道上面都是沙石嘛，都每次到颱風來就要清嘛，就今年的颱風也都在清這樣子，所以其實很顯而易見的，如果當初這個地方都還沒有做任何開發，其實大部分的防風林是位在海岸區域的時候，其實它自然就可以保護公路，甚至保護人民住宅的安全。
所以这个是防风林第一个防风固沙的功能。第二件事情是，刚刚他特别提到这个防风林，它还有一个叫观光的功能。什么叫观光的功能呢？就如果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你看的一边是漂亮的海湾、七星潭、月牙湾，另外一边的话，你看到的是防风林的样态的时候，基本上看起来舒服很多。如果旁边你看到就是马路，看到的就是车流，然后停在路上面的车子的时候，然后再对应过后面的中央山脉的时候，基本上那个画面看起来那个景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防风林本来在从景观的角度，或是从防风固沙的角度，它不管是对于观光或对于当地的生命财产，或者对于马路的保护，都会来的有防风林，绝对会比没有防风林来的好一些。我们现况下就看到这个样子，那我们还要再牺牲防风林去盖马路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那我想问一下戴老师，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来思考？还是说我们拓宽的马路不要往防风林去嘛，往村子里面去，其实还是可以保留防风林啊？您怎么看呢？如果有这样的意见或者说这样的做法出来的时候，您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好，谢谢。目前县政府的规划的确是往西边拓，尽可能不要动到防风林，所以是有动到防风林，那个面积没有很大。可是我要在这边跟各位强调的是，我们动到的就算是私人土地，现在那个土地上面主要还是树木、森林还有农田。也就是说，他们执行的功能跟防风林是非常相近的啊。虽然它不是林务局的所谓的防风林，所以只要是一样动到这个比较属于森林区域，还有比较自然景观的部分，它一样会伤害这整片绿带它的防风定沙的功能。黑潮文教基金会长期在花莲地区耕耘。那对于说，如果要拓宽193号的这个县道，我们要付出环境成本，除了刚刚2位所说的，您的观察还有哪些是我们可能在这个讨论里面还没有被提出来，或者大家所忽略的？现阶段其实在花莲县政府文化局，他们其实有登录的，至少就有一个，其实就在193旁边的那个嘉湾遗址。对，那根据我们去请教其他的作为考古的老师。那他们其实也告诉我们，就是包括在更南边一点点，不只是清代，因为这个其实根据老师们的调查，因为延续的嘉湾还有更北边的汉本，其实他们的那个历史的价值其实是更久远的，是更久远。因为我们其实也担心避免掉，就是像现在苏花改的拓宽，其实也遇到了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汉本遗址被挖掘出来，那其实对于整个通车的期限又要再往后挪，那其实我们也担心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其实在县政府相关的报告，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项的部分。对，就是关于遗址，那究竟要如何的保存？那其实包括康乐本身，康乐其实在这里也有一个遗址。是。对，那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是要呼吁，就是在这样子的拓宽的过程，那除了对于生态，那其实这些人文，因为人文其实将来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观光的发展的部分。那这个其实是将来县政府在推广193要朝观光。因为大家其实一直都提到说它要朝观光，那其实，在这些历史的观光不是只有大山大海、自然、人文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观光的价值所在。好，谢谢。那我顺着这个问题就请教我们何议员，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目前看起来乡亲所提出来这些疑问，在县政府这个评估的报告书面好像都没有看到，就是说，到底议员有没有去关心或了解这件事情？说县政府在这个部分，他有没有去做环境评估也好，或者说有没有做一些前期的自然或者是人文资源的调查也好，这个部分也许真的就是也是加分的哦。这不把它保留下来，将来也许就是会有点后悔。主持人，我来针对今天几个我们老师也好，这样子一个视教非常好。第一个，我要跟各位报告，防风林是不动的，是往西侧来移，道路是往西侧来移。第二个，道路完成之后会做历带。所以它的防风林的这个成效还是存在的那再来这个，我们会广设停车场，在这个地方大概有3000平至4000平的停车场，所以不会有瞬就过的一种现象，还会观光会留在我们这个地方那至于说影响未来的地方的一个潜力，我是认为以观光为前总，地方稍微牺牲一下，牺牲一下。第三个，106年的时候，苏花改局部通车。部分通车，108年全面通车。我想台泥、亚泥我在这个地方生活很久，从土生土长。台泥、亚泥在这个地方一天的卡车量
500辆500趟次以上，在台九线奔驰。而且我们限制这个193号道路扩宽完毕之后，只有游览车能够进入，观光的车辆能够进入，卡车是不能够进入的。那至于刚刚有提到那个地方应该遗址的地方是在康乐村，不是在嘉湾啊，而且那是在公墓。往北也有了。对，那个地方他刚放那个地点是在陆军营区里面，那已经开发过的地方哈，我不晓得你看画那个地点，他刚画那个地点是在陆军营区里面，这次是陆军营区提拨20米用地给我们，所以我们整个闪过新城2号公墓，所以整个交通会很流畅。像193号烟土的拓宽讨论到今呢，您看到有青岛某项用面向问题，有当地居民生活品质还没有来提升，韩国资源的环境，韩国可能因为历史的部分要买来加强来保护，像都係青岛嘅重要嘅议题啊。韩国也是讲，台湾议员讲到，当地居民啊，可牺牲一点点的哈，提供俾咧做外国游客更加好嘅服务哈。按当地居民的主题性到那边咯，像等下您先看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这条193号烟土嘅拓宽，嘅压力，能够嘅问题到那边。节目现场哈，台湾你讲到193号嘅烟土拓宽的问题哈，过来看一下了路线哈。佢主要拓宽的係從呢台九線呀193號煙土接嚟了部分，一出透到呢7省潭了部分啦哈，係差不多8公里按長嘅長途哈，然後睇睇發睇8億元係嘛，哈，然後8億元係縣政府撥下來嘅經費，佢這麼個今年代所完成了土地證書哈，希望明年100年是來通工咧，是因為呢蘇花公路山區路段的改善計劃是講蘇花改的工程哈，100年呢是部分來統查呀，是講為了因應這蘇花改106年的部分通車，108年的全線通車這樣的一個預計哈，蘇花改這個工程完成之後，會有引進更多的觀光客來到花蓮，所以現在這樣條193號線道拓寬，其實是為了將來先去做打預防針就對了。好，大家應該常常都有去七星潭觀光的經驗嘛，哈，告訴我們一下，10多年前，甚至你小時候七星潭是什麼樣子？我就住在七星潭，那我們小時候就是很多的那個拿島，對，然後還有很多的巨機械跟螢火蟲，那我們都會用 V 胖啊，然後去抓機械來玩。对，那现在的话，因为自然生态会一直在做改变。那我们现在原本都很多石头，现在全部都变得很细沙这样子。那我们看到现在，尤其是我常都要从这边经过，一大早就现在游览车就一堆，然后挤得就很挤。对，这边可以看日出嘛，哈。对，可以看日出。那游览车最早是几点就会进来？7点啊，因为我7点半就要到工作的地方。哦。对，所以很早那边就挤了一堆人了，那我们其实通行也很不方便，对，所以重点我觉得是一件事是说，如果现在这边已经确定要拓宽要做开发了，那我们常常说人潮伴随着钱潮，我们草在这边看到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七星潭就是向日广场的地方，它很多人来没有错，那其实好像也有很多的摊贩会在这里，但是它是被取缔的。那请问一下，
有没有比较好的规范呢？可以让这些在地的乡亲，他可以去做有更好的发展。对，我觉得这条路，它让我们看到，好，这是个愿景，这是个梦。那它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想要看到更多，不是就是只有在分流，然后在车潮，对这件事情上面。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花莲县政府对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有愿景的因为他们跟内政部营建署就说，我们这个部分要来做亲子漫游、人本绿色的这种生态友善路线。这个如果是亲子的自行车路线的话，你把它拓宽成20米，车速要增加到速限60公里的话，好像这个目标跟这个实务上面就会有冲突。那老师你怎么看？这2个计划都是花莲县政府所提出的，一个说要提出这个拓宽，让车速增加；一个是说这边要慢活，要慢游。的确，花莲县政府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实际上，关于苏花改之后，花莲整体的交通状况，从那个当初苏花改环评案有一个很粗略的估计之后，到现在5、6年过去了，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个确实的估计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到时候会有多少的车流量，然后是在哪一天会进入花莲，这个没有人搞得清楚。那花莲县政府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混乱的情况之下，决定这边东开一条马路，那边多拓宽一条马路。那这样子的一个没有整体规划的情形，就会导致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混乱的状况。一方面，县政府又说要把193定位成一个适合亲子、适合慢活，然后绿色的那个观光大道。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旦你把道路拓得这么宽，车速变成60公里之后，就会像刚才受访的几个路客 VCR 的路客他们所讲的，当人多车多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太想玩了。现在在七星潭风景区，就是空军基地那一段，它离海边非常的近，而且跟空军基地围墙之间的腹地很狭窄，所以如果马路再拓宽的话，它狭窄的绿地呢，通通会被破坏掉，然后自行车道会紧邻着大马路。在那个情况下，不管你是要散步或者是要骑脚踏车，它的整个环境品质都会很糟糕。这个就印证了刚才那2位路客他们的担忧。另外，刚才何议员也有提到说，县政府的规划是将来这地方道路两旁也会规划绿带。可是我要特别说明，这个绿带跟那个天然的防风林的绿带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不是种草皮那种绿带就能够达到防风林的目的。对，不是种草皮或种几棵棕榈树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它们的功能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一整条的防风林来比较的。所以基于这整个的考量，我是认为花莲县政府应当现在这个计划先缓下来，大家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到底不管是整体花莲县境内的交通规划，还有它跟193到底要怎么样搭配它未来的观光发展潜力，这是需要大家好好坐下来谈的。这个花莲县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打造滨海绿色步道跟日出大道，改善区域性交通，配合苏花改通车，疏导台9线观光车流。再来是增设自行车道、人行步道，营造景观大道。那我想问一下蔡主任，您觉得这样的施政跟这样的目标，2个不一样的计划，但是是同一条路线？我想县政府可能会想说，我们就是拓宽了马路之后设自行车道。所以自行车的人可以在这边慢活快车的人可以在快车道加速的跑这样子。那设自行车道呢，也不是特例因为其实在台9线有设很多自行车道，可是我们很少看到自行车在那边跑，因为你如果旁边跑的就是游览车，你看不到海景的话，基本上你不会想要在那边骑嘛。所以为什么七星潭现在那个2潭自行车道会很多人骑的原因，是因为你怎么骑旁边就是看到海嘛，然后往到鲤鱼潭的那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那个观光的想象当中，如果你又想要疏导车流就是要把车快快的送走，就是比较大的马路。那你又希望可以人行步道，让景观大道，让大家可以慢慢这边走。我不知道一条马路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要想要叫它快的人快，然后叫它慢的慢，然后是同一条马路，这其实是一件蛮不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希望游览车进来193，对不对？可是游览车旁边伴随的是脚踏车，刚刚讲亲子沟通，其实状况也都差不了太多。我们平常对于脚踏车的人而言，它旁边是砂石车或旁边是游览车，其实那个效果不用脚踏车，你骑机车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个大车效果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同时达到这2个目标，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大概只能择其一来做选择。好。
那我不知道说，其实目前的花莲县193号县道，它0到6公里的部分是禁止这个通行游览车嘛，哈，大型车、游览车都是一样啊，所以目前的现况是这个样子。所以，那当然这个现况就是说，其实如果区域的路网有每一条路有肩负不一样的功能的时候，也许台九线就负责产业的运输，那193号县道就取消目前这种进行大型车或游览车这样一个限制，顺便把它拓宽，它就可以做转型做观光的这个观光大道。这是目前我们看到花莲县政府他想要的做法。那不知道乡亲对于这一点有什么样的看法？有没有会不会觉得说这两个目的是冲突的？好，这位大哥，整个道路的规划都是一直在鼓励那种走马看花式的那种观光，就是很快的来到这个地方，然后看一看，然后赶快下车尿尿，上车赶快就离开了。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可以快速的移动这样，而不是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会在那边静静的。我觉得我们在塑造一个观光的地区，必须要让客人来这边的客人能够静下来，好好的静下心去看这个美景。可是我觉得整个的设计都是违反这样一个原则的。我觉得适度的交通是必要的，就是从华西街进来，民友街这边就可以出去了。好，而前端是非常宽的，可能是后端可能是需要去思考怎么样动线可以出去的。好，所以现有的道路其实可以提供这样的功能。好，谢谢您的意见。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位小姐，花莲的观光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咱当然才是遐尼幸福。可是咱的决定也无决定介好吼，咱害到是囝孙仔。因为我希望，咱的县议员伊是足用心伫咱即个地方所在，咱的村长啊，大家拢讲，电话无，即个就是要安怎解决？还是拓宽是真正会太解决吗？我唔知影。好，大家爱想看。所以大姐，你意思是说，其实游客来台湾或到花莲来停留，可能是3天2天，长则10天7天好了。但是居民是在1年365天，10年20年，可能一辈子都在这边生活。到底谁才是主体？谁的考量才是优先？哈，那是说我们先帮这个可以帮我们带来前朝的观光客来解决他们眼前的问题吗？还是说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或整个环境改善才是重点呢？这个困境，这个难题，193号县道，先跟着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这几位天天的睇记录风行来行去，茶的沙夫妇姑呢就过诶。太太大概是下连游览茶都唔得行的经过票子，都唔系违规的茶，也就系193烟头。所以也在比有先天的骑自行车的条件，不过后天的交通环境是非常的唔好。就是尽量不要啦，因为那边没有第一个那边路小，然后又要跟汽车、摩托车那边争道，然后如果晚上的话，那边又没有路灯。对，因为我们这种在做生意的来讲，就是当然还是希望以客人安全为重。为了改善交通安全的路了，道路批发是咪唯一也是最好的方式呢？我们花莲是一个观光的很多的景点，但是这个由于交通上的问题未来苏花替通了以后，势必会造成交通的拥挤。那么这个193它打通了以后，那么一直到我们的怀恩桥这边的话，会让很多到花莲来的乡亲或大陆客会疏解，变成说造成机场这边更塞啊，这边已经够塞了。如果你今天停车场不盖多一点，那你游览车进来了，结果没地方停，然后停在路边，然后大家就一样，就一直卡，最后又会越塞越多啊。这车流其实太多，那我们必须要去盖更多的停车场，这其实都永远盖不完，而且永远都不够。应该就是营造的，大家不管是用步行的，或用脚踏车的，那甚至于你发展了大众运输，那来去疏解这样子的一个车流。交通便利需要係加法的批發道路，也係減法的減少車流，攏需要詳細含個功夫的規劃。不過，其他公共利最大的前提下，係咪要先考慮到自身他們環境係咪卡咩的，未來就唔會有原來2號3點到開到佢嘅遺憾。好，看完新闻影片，好像陷入一种两难的状况哈。刚刚就说，越多的车来，其实有可能这个越塞哈。那这个目前停车场不足哦。那我想问一下，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啊。如果说今天我也是一个外地人，我不住在花莲，我也到七星潭来，没有地方停车的时候，
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今天只有大陆客的，或者说其他国外团客进来的这个游览车要停车，小客车也可能需要停车，或者说到七星潭的公车一天只有4班，我就算搭火车来，在火车站前面想要搭个公车到七星潭来，一天只有4班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恐怕需要个整体的交通配套措施，不是只有拓宽193号而已。议员，193号道路一个扩宽，我想还是要以当地民生民意作为基础才是重点。这个地方是我们长久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我想各位的建议都非常好，给我们很多的宝贵的意见。尤其这条193号的道路，凭良心讲，在30年前，在地的老人家就想要极力要来争取的一块道路。如果你今天每天要经过北埔公墓，为什么0K 到4K 没有人？是因为北埔公路的一个影响。那北埔公墓也不可能迁走啊。他不能迁，没办法迁。你要是迁一个公墓，那拓宽了北埔公墓还是在那里呀？我们不会，可能主任你大概不是很清楚啊，你把那个图秀出来，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啊。北埔公墓在这个地方，那每天我们走193的时候，要进到这个区块，都要经过北埔公墓，要经过北埔。那我们现在是把经过陆军的同意，在围墙营区内20米来扩宽这个道路。20米，以后离所以公墓完全以后会远一点，通通看不到公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以会不会后的也看不到太平洋啊？现在也看不到，现在也看不到，现在也看不到，用防风林的因素它看不到，只有几个短处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太平洋。防风林它的存在是必要性的，东北季风的来临对它的防风、防台等等，对农作物、对我们的住宅区是有绝对的帮忙。所以我们当时我在建议的时候，我就希望说，绝对不要影响到防风林，一棵树都不要给我砍。日后往西侧移的时候，马路建设的时候，2路希望我们所有的地主都能够种植树木。能够再加强防风的功能。好，谢谢议员跟我们做这个说明哈。我们村民大会前一阵子去到埔里大家觉得好山好水啊，对不起，它在日月潭旁边，所以它现状的这种 PM2.5 的扩散源呢，就是那些用柴油的客运的大型的车辆游览车，所以埔里有很多这个 PM2.5 的贡献是来自于这些要去日月潭的大型游览车、柴油的这些客运车所造成的，所以这真的会减轻空气污染吗？而且这种快速的这种通过都是大型的高排碳的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工具，真的能够减轻空气污染吗？更多车经过，其实更多的排碳。其实如果塞在这边的话，怠速的话，这个排碳的量也是会增加，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问号哦。那我不知道说教授怎么看，接下来什么繁荣地方经济啊、提升生活品质啊、以利观光事业发展等等等等。这些预期目标里面，其中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我们希望车流量进来，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可以减缓空气污染。光是这一点，它两者是绝对矛盾的啊。现在的问题是说，花莲县政府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苏花改有多少的车流量，然后没有一个整体的交通规划的情况之下，他如果要来，他就以为说把193拓宽成20公尺就可以解决刚才讲的那些问题。那我会说这个是绝对到时候会有很多互相矛盾的问题出来。我们就看看现况，我们都知道七星潭风景区那一个地方，你不管是马路拓得再宽，或者是再建停车场，都会把那个地方搞成一个大型的马路或是大型的停车场，那到时候七星潭风景区就毁了观光客就不来了，或者说少来的。那这样子我们做这一切事情，它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主张我们应当要发展，要思考，例如说使用大众运输系统这些方式，来取代私家的小轿车，还有取代这些大型的游览车，让未来更多的人潮能够以一个更环保的方式，更不打扰地方老百姓生活的方式，能够进入花莲的各个风景区，这才是最终的改善之道。但是我很可惜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讨论这些替代方案。好，那我不知道现场乡亲这位老师还有意见是不是？好，刚才那个改善的方案，刚才我们提到了主持人画的那个方案，我觉得是一个解套的办法。我们要疏解游览车各种交通工具，我们也要疏解观光人潮。可是我们刚刚都没有考虑疏解观光人潮这一点。如果人都挤在同一个地方的话，观光品质下降的时候，他们就不来了。所以倒过来讲，我们如果有一个好的停车的设计，而不是把停车场设计在人要活动的地方，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让2个矛盾的东西可以矛盾性减到最低？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停车场这种不需要拿来观光的停车场，放在一个不是那么，反正台九已经够难看了嘛，就放在台九那一边嘛，已经够难看也没解了嘛，而且苏花改也不可能改了嘛，一定会来嘛，那就把它放在台九那边去难看到底，然后把它弄得不那么难看，这要花很多钱。所以第二个，您觉得说这区域路网其实应该用公共的低碳的运具来解决就对了。对，然后呢，我们县政府就可以规划一个低碳的电动的巴士，让车子一直在那里循环，多少人来这个地方要坐就可以坐，要下车就可以下，这样子才能够充分发挥那一条绿廊，真正要达成我们前面提的那个方案，慢活啊、亲子活动啊的这种安全的措施。我想问一下这个黑潮这边，就是说，事实上你们的观察，你们长期在这边净滩哦，这几年是不是垃圾变很多了？那您从这净滩垃圾量变多这件事情来看，新城乡到底因为七星潭它是受益还是受害？那如果想要从目前的受害变成受益的话，我们的思考要怎么样去转变？好，那刚刚所提到，因为其实我们都希望观光客进来，那这是大家共有的期盼。那只是说进到这里的之后，它的一些经济跟消费的行为，那当然我们其实也都希望能够有相关的产出。好，那当然这是正向的。那负向的其实就是我们这几年其实在七星潭，就像我们明天其实也要带学生去七星潭净滩。那原因是因为这几年下来，也因为观光客的人潮，那有非常多的垃圾因为这样子被制造出来。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关切跟注意到的。好，谢谢。那现场还有乡亲有意见哈？如果真的是有这一笔经费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可以转换一点想法去做其他的规划，也可以让当地的所谓的经济才会有更繁荣，而不是说因为来了就走啦，他连住民宿都不用住啦，他直接就再见了，对啊，就是很实在，对，就是也不会停留在那里，那就是留下给当地的就是空气污染跟环境的一些垃圾。所以等于你在七星潭那边工作，也接触到很多的游客就对了，你感受到是这个样子。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就是塞车，而且实在是有人潮没有钱潮，这是地方政府没有去做一个好好的规划的一个地方，对，就是这样。好，真正在地方比较多的消费，可能是花在吃跟住这2项。好，那议员相信有很多的意见，我相信这可能也是刚刚我们教授讲，就是说这个案子在规划的前期，其实民众参与的部分好像是没有了啊。等于说，虽然说在8月份开了工程的公听会，可是居民只是被告知你们家要被征收了，你赞成不赞成？这个价格你觉得合理吗？满意吗？或者说就是要拓宽了，那顺便也可能帮你装路灯，那这样子以后你们家门口就不会黑噜噜的哈。那就是说，今天听了这么多意见之后，您有没有什么想法要带回去议会啊？告诉我们的县政府说，其实乡亲的看法里面，可能是我们有不周延的地方，您起到监督的作用。193号道路扩宽之后啊，绝对是地方之福，各位拭目以待哦。我想民友街也是当时我当乡长的时候来扩宽的，今天各位都谈到它的功能了，当时大家也是反对，但今天大家都认同它，所以很多的事情没有做，不晓得后面的因素怎么样，但是可行性的评估还是要做哦。所以各位的宝贵意见哈，我想我会当面跟县府来沟通，而且这个案子是我提的，我也希望他做到尽善尽美的一条道路，所以好不好？意见会变成配套措施的这个前期意见收集就对了。登载起来，我都有登录。我登载起来，好。那教授，我并不认为说路是势必要拓宽，因为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各种替代方案里面有很多种，有要拓宽路的，或者是说某些路段拓宽的。然后还有像大众运输系统这些配套方案等等，这中间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所以路倒不一定要拓宽啊。那我是主张说，这个是花莲地方上的事情啊，也绝对不仅仅是新城乡地方的事情而已，因为这些拓宽的钱是全国纳税人纳的钱，所以不管是全国纳税人，或者是花莲市民，或者是新人乡民，都有权利知道这件事情。大家一起来讨论，有没有用更好的方式来善用这5亿多的经费，来让花莲变得更好，才会对花莲带来最大的幸福。我想请教一下说，蔡主任，你也在花莲常住嘛，对不对？那一个问题是说，花莲人是不是也认为说，
我们其实长期要当这西部人的心灵后花园，对我们也是有点欠公运。我们也要开发，我们也要发展，我们也想要享受好一点的生活品质，这难道有什么错吗？那在这两者之间看似矛盾，但是您觉得这中间是有解的吗？我们要知道，花莲可以吸引人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有美丽的风景，而不是把风景旁边盖了便利的道路，或是把风景旁边盖了一个豪华的度假村，就大家会来。我们最大的特色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自然资源，那我们要如何保护它、保存它？那刚刚讲这个道路拓宽的议题，其实把更多的人送进去里面，到底对这个七星潭整体的海湾是保护多还是破坏多？我相信所有人都要发展。我们观光这几年是我们好像认为可以发展的方向，可是观光最重要的东西是要有人因为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想来嘛，是漂亮的风景，绝对不会是一个便捷的交通，大家就特别想来，因为不便捷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在国外非常多的案例，大堡礁，大家最喜欢下去浮潜。不会因为那边没什么公路，没有那么发达，可大家还是会愿意去。所以其实我们珍贵的东西是这个自然资源。我们从小在那边长大的人也知道我们最吸引人的地方。小时候其实不觉得啦，到了台北去念书才发现，哎呦，原来我们的海那么漂亮，因为台北都看不到海呀，很丑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最赖以为生的东西，我们要看重它，然后保护它，才有可能去发展出其他的地方的想象。所以不管是交通，不管是观光的产业，我觉得我们要先留住到底什么样吸引人。然后我们才可能发展。那刚刚其实提的非常多，不管是从生活的面向，不管是从观光的面向，或者是整个产业发展的面向，道路拓宽都不见得可以带来一个更好的方向的时候，那又要花刚5亿多的钱来做这个预算。我相信县政府争取交通部的预算其实非常困难呐，好不容易30几年争取到了，对不对？我们一定希望这个预算可以留在地方来做建设。可如果盖下去了，结果大家也都没什么高兴，然后最后这些观光产值又被外地人赚走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更加的哀声怨载道，所以我相信这个钱一定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发展好的大众运输的工具，发展好的接驳的系统，然后我们相信七星潭再不方便都会有人愿意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去创造这个地方的观光产值跟生活一起达到平衡。好，我想七星潭的美是在于说它的壮阔了哈。那很多人到了七星潭这个地方，都会受到那个自然环境影响，觉得在心灵上得到沉淀，或者说得到某种的启发，或者是能量的再充满，可以再有这个更多力气往前走哦。10多年来，七星潭的海岸线是节节往内缩，因为今天没有请到相关的学者，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做讨论。但是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就是说海岸线内缩这种不可逆的现象，也许10年之后，海岸线又推到公路这个地方来了。那10年后这条路的存在，它还能够让更多的人到七星潭来欣赏七星潭的美吗？这样不可逆的大自然的气象的这变化，难道我们不应该重视吗？好，我想今天是村民大会提供这样的场域，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也請你來關心。像下禮拜同樣時間持續收聽村民大會，從他個人之賽體現。